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由台市政府甲远传电信对2档前所合作的4G 智慧城市计划，选址计划将伫9月结案。上午盛大举办成果发表，主要展现出智慧科技用伫城市，包括营运、水利、交通、教育、健康甲观光等6大领域的行动力。而且政府甲民间企业合作整个10亿的投资案，更成功提升台南市4G 人口涵盖率超过97%。请启动！哇，是的，大家看见象征我们6大服务的科技国光，现在通过我们长官的力量，我们也希望台南市民，特别是年轻的台南市民，多多运用我们所收集到的资讯。然后呢，再去创造一个新的服务的面向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价值才会更大。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是提供第一线的服务了。我们提供第一线的服务，这些资讯呢也都是我们这个研考会也都会公开开放政府后台都会开放。然后呢，我们欢迎年轻的朋友。台南市的市民或是外县市的民众，都可以利用这些资讯，再去运用，提供一个生活上更优质、更便利的应用。那这样的话呢，效益才会更大。这整个计划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完整的一个计划。那其实是从6个面向非常深的在着力这件事情。其实包括了整个城市的一个运营，包括了水利，包括了交通，包括了教育，包括了观光，包括了健康照护，所以是从6个面向全面性的，希望能透过行动宽频的技术来变成把台南这个古都变成跟科技连接，变成是一个新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城市。成果发表会中，敢若巷弄台南的 APP 要开发超过1000间的商店消费资讯，相机就经超过3亿。另外，为台南公车升级免费 WiFi 加交通管理等资讯服务，已经超过185万人次。6大方面的第一线服务，嘛参像市长所讲的，未来希望有大数据的应用，欢迎民众利用这些数据，提供生活上更加方便加优质运用。和效益更加大。第一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为了将古文化甲新文明结合，和台南大步向前，市长赖清德表示，只有推动智慧城市，才当传承甲创新。所以市府结合台湾大哥大科技专案，第2前8月初已经呈现电子商务、影视电装甲行动支付等领域的成果。同时辅导在地农民行销，提升品牌价值，得预计2亿外商机。另外，8月底甲远传电信的成果发表，更大动作推出水利、交通、教育、健康、观光等6大方向的智慧成果。其中，就好做事农民，甚至是大人嘛愿意学习智慧型手机，感受方便服务。这个水行即时通甲这个健康，这拢足需要的。因为安怎讲呢？像大家拢足无用。头拄市长就讲，阮即马看阮的机仔就知影水落偌济。较早毋是，较早人也咧问，我就爬起来看水霾啊，后来看我的仪量图。即马拍开机仔就当知影。咱这个健康，这个远传用这个健康这个嘛足方便的啦，因为伊会甲你讲，咱若去庙一下会伊机仔嘛，咱的。囝医生就知影，所以这种未来就是拢爱用这个。我们这一次大概4G 的那个科专计划，主要是获得工业局的一个补助案。那它补助电信公司在我们台南市这边施作或者是实作有关智慧城市相关的一些措施系统
那我们很希望的就是说，我们上一次在跟台湾大哥大合作的部分，主要集中在2块。那一个是电商导入，就是我们讲的微商务、电子商务的部分。那另外一块呢，大概就是新农人，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影视的合作，跟台湾大哥大的部分。那台湾大哥大的这一块呢，其实它也创造了不少，因为我们以前常常讲这个小农没有行销的管道，它可能必须迫于它的市场，没有办法到大的卖家去做一些农特产品的一个贩售，所以我们利用电子服务的系统，让它上到台湾大哥大的买凤平台。所以我们在这一块里面，大概创造了很多新农人直接在他的平台上面卖商品。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在跟台湾大哥大合作里面一个最亮眼的部分。那这个整个的商机算起来，在台湾大哥大的估算，我们这2年大概可以达到这个产值快要20亿。在整个市场来讲，那另外跟远传电信的合作，它是最全面的，也就是全台湾最全面的一个智慧城市的打造。那我们大概是在这个4G科专的案子里面，也是全国第一个获得金额最高的补助。那它补助给业者，然后由工业局来协助，那总经费大概是10亿。那地方政府在获利的部分，就是说它把所有的智慧便利的服务都放在台南市。4G 智慧城市计划本来就是要全面甲多元，希望透过行动宽频的技术，将台南古都甲科技连接，变成一个新的智慧城市。如果做到第一步，互全世界会当看见台南，接下来希望互市民会当亲身感受到智慧城市所带来生活上的改变。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伫咧开学的这礼拜，市长上午特别来到安顺国中，甲全校师生做伙进行反毒、反污、反霸凌的友善校园宣导。校方也真用心，邀请到校内布袋戏社团，安排了一出反霸凌的短剧，希望每一位学生除了唔通欺负别人以外，嘛要提醒，若是遭受到欺负，就要通报老师，唔通互恶势力入侵校园。友善校园的活动。我们希望经由我们学校的今年的带动，让各个学校、其他各个学校、各个同学都能够知道，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政策，也是我们台南市最重要推动的内容。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反烟反毒另外再来就是反霸凌反黑，最后一个是最近几年我们台南市加上去的，可能台北市不会有的。分隔热防治这每一个面向都非常重要。市长在这边特别讲2个一个就是毒品目前的毒品这个吸食毒品的年龄层有越来越下降的趋势那一个同学为什么会去接触毒品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好奇心。另外一个就是交到损友，损友不断的跟你讲，要紧吃一嘴也袂安怎。但是你们知道市长的背景是医师嘛？市长看了很多从小染上毒瘾的烟毒患，他都是好奇，认为吸一口不会怎么样，认为不会怎么样，吸一口没有关系。满足好奇心，那其实一口就会成瘾，太多例子了吸一口毒品就会上瘾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要远离毒品，要特别注意要特别注意。近年来，大台南的每一间学校拢积极推动友善校园，会中也透过严肃的宣誓仪式，由市长带领大家做伙大声来表示家己反毒、反污、反霸凌的决心。同时透过打击污道、毒品、霸凌的意识，向前建立起和平友善的校园，营造一个健康又个平安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今日由教育部体育署所办理的地方特色运动票选，咱台南所推出的大型活动就是古都马拉松。教育局就表示，因为今年该比赛规划不只有古迹密度上悬，有传统特色小食的补给，今年更加入安平上港的特色，包括过去有富民评价已经大大改观。
甚至旗下知名路跑网站伫全国马拉松比赛当中所派上冠军，所以高球嘛希望大家支持该活动，并且为伊设定拥有投票。这个呢非常需要呢我们所有爱好马拉松的朋友，所有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呢上网去投一票。我们古都马拉松的这个特色文化奖那目前呢这个活动呢已经这个展开，而且呢持续到9月11号，每一位民众呢每一位跑者每天都可以上网去投一票那我们在这边呢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爱好马拉松的朋友，以及我们台南市民能够共同的来支持我们古都马拉松，能够在这次呢体育署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获得呢很好的成绩，所以请大家每天支持上网去投一票古都马拉松的特色文化奖。根据了解，票选对6月开始，将到9月11号截止。目前台南已经得到13000多票，排第2名。不过各县市竞争激烈，甚至出现灌票情形，所以嘛再次呼吁市民集中选票。对啊，以后有机会向中央争取更较侪经费来举办，同时民众票选有机会抽到知名电动机车、加手机等丰富大奖，一举两得。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立法院都通过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1期特别预算，议会国民党团透过记者会抗议民进党霸凌民主，批评前瞻计划根本就是把跳啊卡计划，呼吁全国民众做伙家己抗议的行动。我们都要抗议民进党的暴力霸凌民主，同时呢，对于民众在前瞻里面看不到未来。只是方便了民进党绑桩的第1个阶段的完成，我们也替台湾人哀，替台湾百姓不值。前瞻计划，整个我们的立法院我们那个国民党的党籍立委的绝食抗议，我们很希望呼应我们全国百姓，如果你对前瞻计划你也持反对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能够到立法院去为他们声援，也欢迎大家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活动。议员欧阳锋指出，为前瞻计划的审查规定根本看不到民主的展现，更考试民进党当时要开始实施戒严。议员陈培雅也强调，8800亿的预算应该要用在重大建设顶面。你把几十年来有些你不支持的预算。硬塞到，当你在野的时候你不支持，那你现在当政了，你把这些你不支持的预算塞到这个预算里面，叫做前瞻，我们很怀疑。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台湾民主的一个展现。台湾有未来，让我们的子孙应该有更大的建设，让他们有前瞻性。那如果是都用在说像蔡一位议员讲的，拢用伫个超级运动场，那就不用叫做前瞻计划了，应该是一个总预算了。所以在这里我呼吁我们民进党所有的前瞻计划的建设要有重要性。议员李良庆更指出，每一次为地方争取小型，也就是紧急建设，总是得到市府回应，会列入前瞻计划当中来争取经费。伊认为应该要完善规划前瞻预算，若无最后将会变成债务留予子孙，互少年人看袂到未来。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这条小小的产业道路，伫咧今年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小组通过西港仔外环道路工程征收案以后，台南市政府工务局公告8月31号为最后的拆除期限。未来将会拆除百年糖业铁路、西港仔基站以及上百丛树仔。长期对该征收案不满的居民以及社员的青年团体，上午聚集伫咧西港仔闊仔頭，以行动艺术分别代表大自然甲社区居民，来表演出这段时间以来因所面对的困境甲难题。
是你的物件。在今年5月份，由西港青年郑敦泽结合多位艺术家，共同建立西港闊仔頭生態藝術村。這些藝術家也開始進行帶佇咧樹仔頂的和平抗爭，因希望甲大自然和平相處，更希望政府會當重新重視伊的訴求，重視這片小小的綠地，並保留已經有100年歷史的糖業鐵道，將目前所規劃道路設計來變更。和開發案加生態兩者之間會當處得平衡。我們的訴求就是我們希望道路兩旁，一邊是自然環境，一邊是糖鐵的歷史文化，這個東西可以保留，這兩種非常重要的在地的資產可以保留。然後呢，道路應該也要可以設計，重新設計，然後讓它變得更小，因為目前設計的24米。大道路已經太不符合比例原則，跟那個車流量，你要疏解的車流量太不符合那個比例原則，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道路縮小，然後盡量保留旁邊的自然生態跟糖鐵的遺跡。那我們西港也可以利用這個糖鐵的遺跡發展自己在地的特色，甚至可以跟種野糖廠還有小龍藝文中心那邊形成一個三角的鐵道生活圈。我們希望庫拉塔小森林可以是西港的肺。我們不希望已經被破壞的地球就是再有更多的污染。我們希望這塊土地的動物的棲地呢，可以不要被破壞。他們可以在這裡活下來。這件西港外環道路開發案，有算目前編列6億外，中央也已經通過。教務局表示，該開發案目前徵求到大部分地主的同意。至於西港青年團體所訴求的變更道路部分，因為牽涉的站面真多，佫需要進行評估，變更的必要性佮可行性，再做決定。台新聞網找採訪報道。消滅登革熱，仔細清掃，立即做。飲水機水盤若有積水，要倒乾淨。花瓶舊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積水養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盤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記得倒質量乾淨。別忘了食蚊魚也是消滅孑孓的小幫手哦。防治登革熱，清乾淨、倒乾淨、刷乾淨、晾乾淨，大家一起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愛讀冊。安平林制店高配节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民俗活动，相传过了100年拢无中断，具有历史性、文化性甲代表性。每一档的农历7月9號，由林制店搭設高棚甲30支高串，並且四面攏掛上枝仔來普渡孤魂野鬼。這項傳統具有特殊，因此文化局將伊列入台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頒發市定民俗證書來肯定獨一無二的高棚節。從今以後，咱台南安平信仰中心林制店每一年所舉辦的高棚節，已經是屬於直轄市台南市所保護的無形文化資產。按安平區也是按咱莒光區，已經升級做直轄市。市的這個標準，咱掌聲來鼓勵恭喜，好不好？謝謝。有啦，歡迎，更加感謝大家見證這歷史性的時刻。但是今仔日咱安平高棚節有法度通升級，成做直轄市台南文化首都，所要保護文化無形文化資產。
咱来感谢，咱来感谢，安尼相传几百年来的主委、委员，甲所有的善男信女，大家安尼从来毋捌断过。每一年农历7月初9所举行的古白节，所以呢，有伊的历史性，也有伊的文化性，也有伊的代表性，更加有伊的特殊性。古白节反映出风俗信仰形成甲在地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宁泽镇也是全国唯一以古坪为节7月份普渡习俗，深具在地特色。也因此，去年伫咧文珠大会审议通过，登录为市定民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公园是民众定定带狗仔去休闲散步的所在。不过，有的人因为欠缺公德心，所以伫狗仔大小便了后，并未做清理的动作，害得后壁行路的人无细力去打着。为了避免这款的情形，金华社区伫3档前设立这个2米宽、3米长的狗便所，这几档来已经有1/3的使用率。咱就是讲考虑讲，这个狗便要如何来处理，要如何来处理哈。咱社区就去开会大家集思广益就去想着讲，无咱来做一个狗便所。狗便所咱就是讲就这个公园的空间，在一个适当的地点，有那迄个做差不多，莫做伤细的狗仔伊无可能伫遐，伊嘛是爱有一个空间互伊转细安尼。所以阮甲规划做2米、3米、2米宽、3米长这个空间互咱的迄个这居民带狗仔入来伊就当踮这遮互伊大小便，安尼也较袂造成整体一个公园的空间遐尼脏乱。伊就表示，只要定定带狗仔入来这个便所，经过长时间了后，狗仔自然地习惯伫遮上，主人也无需要家己准备清洁的工作，方便佮清气。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阿公饲阿嬷食着糜，一般以为2个人是夫妻，或者是有亲情的关系，但其实这2位长者只是厝头家甲房客关系而已。因为阿公看到阿嬷破病真侪年，所以伊就担起照顾阿嬷的责任，相当感人。也因为阿公长期照顾重度失智阿嬷，无心力过来照顾厝内面的亲戚。由着居家服务团队透过创世基金会知影这个让人感动的消息以后，就带领同仁来做1天的志工，用专业技术甲设备为阿公阿嬷提供清气的居家环境。有一些年迈的长辈，因为体力的关系，没有办法负荷家里面的清洁工作，所以我们连结了我们的社区的那个团体，来共同为独居还有卧床的长辈做家里面的清洁工作。那妈咪乐因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社区服务呢，那他们首先就出钱又出力，除了帮助这次的参与爱活动以外，那他更积极的请工作人员到我们的个案家里面来共同为这些卧床还有独居的长辈做服务。那原本呢，妈咪乐就是从事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居家清洁的一个打扫。那这次很高兴有机会呢，能够跟这个创世来做合作，尤其是对于一些需要我们协助的，可能在行为能力方面，或者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照料日常生活的这些老人们，我来帮他们做一下环境的一个维护。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纯粹只有在这个可能捐款方面，而是我们要付出行动、爱跟能力，一起来帮助我们这些独居老人。有了创世基金会甲妈咪乐居家服务集团的帮助，为阿公阿嬷提供一个舒适的居家环境，也让因感受到社会关怀。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